讓我們來看看我們的拍照選項。使用 CADLY 最簡單的方法是開啟網格。CADLY 中的網格增量為20毫米。當網格打開時，畫布上的所有移動都會給附到網格上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建議你將所有櫥櫃和牆面尺寸調整為20毫米的增量。唯一例外是通過鍵盤輸入物體尺寸。由於櫃柄是給附到網格的，輸入非20毫米的雙柄尺寸可能會導致櫃柄之間沒有接觸。CADLY 中20毫米的增量其實很方便，因為大多數櫥櫃材料厚度約為20毫米，而基本櫥櫃設計通常假設厚度為20毫米。因此，使用20毫米的增量來實現基本設計，效果會非常出色。右鍵點擊或長按畫布的空白區域會打開菜單，允許你進入物體捕捉模式。在這個模式下，移動或調整物體大小時，會出現紅色對齊線，物體會黏在彼此的角落中心點和終點上。與網格模式不同，給附對象模式允許任何尺寸的櫥櫃和牆壁。然而，切換回網格模式會非常困難，因為物體不會與網格對齊。在這個模式下，準確設置兩個物體之間的距離很棘手。我們建議使用第三個物品。設置這個物體大小後，其他物體可以以預設距離給附到它。完成後刪除物體會節省物體之間的距離。